今天收到的車鑰匙來自油尖旺的一位粉絲郵寄過來的，是一把日產的車鑰匙，過來升級我們家最新款的液晶鑰匙。把遙控寄過來之後，我們首先第一步會給他檢測一下遙控的信號，只要信號頻率是正常的，就可以開始給他改裝了。只需要把鑰匙的外殼把它拆下來，取出鑰匙裡面的電路板，就可以升級。最主要的可以升級你想要的外觀，升級高配車的功能。升級最重要的一步，需要給這個芯片進行一個無損的焊接，用我們專用的排線焊接到芯片的每一個按鍵上，每個步驟一定要焊接牢固。接完成了之後，我們再拿出粉絲要改裝的這款液晶鑰匙，款式的話，它選配了一款比較小巧的外觀。我們把焊接好的芯片安裝上去之後，來看一下整體的效果，非常不一樣的。整個外觀的話，非常精緻小巧，我還定製了日產的車錶，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。然後升級了它原車沒有的無鑰匙進入，可以靠近車1米自動解鎖，離開車3到5米自動落鎖，以及升窗。可以預約後尾箱自動開啟，可以連接手機控車，功能非常的多。升級好了之後，我們再次檢測信號，信號功能一切穩定，給你打包發回去就可以。想升級的直接聯繫我。